我點解我會嘥咁多時間嚟呢一個西班牙咧？哇！我哋已經行咗2000幾3000公里啦，咁我哋要行翻3000公里先翻到屋企啊！咁所以咧就有機會行勻成個西班牙啦。今次真係完全行晒西班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臘同埋加州嘅一部分咧，係世界上僅存即非常之少有嘅地中海氣候啊，係最適合人類住嘅一個氣候嚟啦。所以加州咁值錢就咁解啊！咁但係西班牙，我嚟呢度咧就睇下究竟可唔可以喺度以後喺度退休嘅時候喺度揾個冬天唔使咁凍咁嚟呢度住下啊嘛。咁發現咧西班牙咧就好似落後美國差唔多20年咁啊。大城市你可能睇唔出呢一個區別嘅，但係你一到去到農村你就知啊，啲嘢咧就時有時冇㗎，因為農村地方就唔係好得啦，啲路咧行下行下冇咗啊，啲嘢好似冇乜點開發過咁樣，就比較落後。不愧為歐洲最落後、最貧窮嘅國家之一啦嚇，所以大家如果嚟西班牙玩咧，就唔好太多期望啊！